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？犹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呢，在巨蛋呢，有近1000位的学子头戴着我们状元帽，参与我们文状元竞赛的选拔。同样的呢，今年呢，我们好评续办，堂堂迈入了第2届，而且呢，今年呢，更是总奖名额呢加码，从原本的156名额增加到248名哦，就是为了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子参加我们这个文状元选拔，来推广我们的阅读，推广我们的书香社会。当然呢，到底呢，今年的比赛内容呢有哪些呢？我们就要唱给你听。而接下来的这个要说唱的这个单位呢也很特别，是我们头屋国小。头屋国小呢，其实呢可以说是在各项的艺文竞赛当中表现非常优异，常常的拿到了前几名啊。其中呢，在课语、家庭生活、学校呢，以及呢许多的课语竞赛当中呢，可以说是常胜军。而今年呢，他们呢接下来就要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说唱表演，要告诉大家呢，今年文状元选拔到底有哪些精彩内容。掌声欢迎他们！陈伟杰、黄露晴上台一鞠躬。捏掌房修彩楼，其他马高脸头，脸头外中叫菜打结情架，情架门前一后头。叫家里嘛不插错，从家拿来煮酒生，当家拿来讨姑娘，讨家姑娘过甜甜，煮家饭的出火盐，讨家姑娘爱炖炖，煮家饭的香喷喷，讨家姑娘素叫炒，将家来的葱年龙啊葱年龙，葱年龙，状元郎在哪儿呀？让我看看，是那位斯文的先生吗？嘿，那是我们亲爱的柳县长啦！我可没说错哦，5颗星4连霸的柳县长，不就是县市长中的状元郎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大家说是不是呢？谁找状元郎啊？谁找状元郎？状元郎！就是我，告诉你，我通过103年苗栗县文状元选拔，校内初赛喽！4月9日星期3就要参加全县的决赛，今年的文状元非我莫属。美玲，这是什么啊？是文状元刮刮乐，文状元刮刮乐。是啊，这可是我通过校内初赛校长送的神秘小礼物哦！来，还等什么？你们看，这次的总奖金超过200万元耶！是啊，比赛共分为5、6、7、8年级共4组，各组取状元1名，奖金2万元。榜眼5名，奖金15000元；探花10名，奖金1万元；还有进士16名，秀才30名，也都有奖金哦，比去年的名额还要多。县长真是用心良苦，要鼓励大家一起来阅读。县长，谢谢你。小晴、小贤，我真希望能中今年的文状元，等不及了，那我们快来刮吧。那我就先刮尾派喽。状元，状元，状元！
还有美琳娜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幸运刮刮乐，帮你加油的而已。真正的挑战才刚要开始呢。对啊，4月9日星期三，来自全县各路英雄好汉都要齐聚巨蛋体育馆，到时候才会选出真正的文状元。要当文状元可不容易哦，先要能够把握主题，这占50%，还要修辞练语，这占30%，而且字体要端正，不可以龙飞凤舞。对，另外创意更是不能少哦。天哪，要拿到2万元，还真是不简单呐！诚如古人所说的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美琳娜，20本推荐书目你看了吗？这次的书目又更新了，我看我得赶快加紧脚步才行啊！今年的推荐书目可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哦。比如说，班上来了一只猫，是告诉我们一个常被遗忘却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钱。哎呦，你还真是财迷心窍啊！我知道是诚实。哎，还真有2把刷子哦。你们看，阿公的8角风筝，就让我们乘着阿公的8角风筝去旅行吧。这本书清淡有味，好像是菜根、蕨橄榄，好滋味总是最后才淡淡的出现。顾到，怎顾到？港铁你怪铁港，天主公亮条色，中山公困牛角啦，困牛角。浓浓的乡土味引领我们走入令人怀念的台湾50年代。在这里，先恭喜在文状元选拔校内初赛脱颖而出的选手们。4月9日星期三，我们巨蛋体育馆见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文状元的桂冠等你哦。那我得赶快回去准备哦。全家老少齐开卷，徜徉书海真智慧，妙笔生花创意现，荣登苗栗文状元呐，文状元！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头红的小朋友。康美玲下台一鞠躬。再次掌声，谢谢他们非常精彩的表演，哇，非常精彩的说唱艺术哦！不愧是头国小，不愧是我们说唱艺术的第1把交椅。也再次谢谢我们谢美桃校长，还有我们徐明荣主任，以及呢徐焕生老师呢，精心安排这么精彩的桥段。不过从刚才我们可以知道呢，今年最夯的就是2件事，刮刮乐跟文状元，他都把它结合在一起。而且重点是文状元可没这么好拿，不是刮一刮就好了，对不对，县长？嘿，县长是状元郎。我自可不服。对，为了推广呢我们苗栗县的阅读风气哦，所以县长呢领军之下呢非常重视，而且呢过去呢也曾经获得我们总统颁赠文采之都，非常的不容易。首先呢我们介绍今天的到场贵宾呢，当然就是苗栗县的大家长刘正豪刘县长，欢迎刘县长。还有副县长林正祥林副县长，还有我们教育处长刘火清刘处